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1月25，撒母耳記下卷22章31節安尼講：論到上帝，伊的道路是完全，耶和華的話是過鍛鍊的，今仔倚靠伊的，伊就做因的盾牌。三甲來祈禱，互阮倚靠做阮的盾牌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你是阮的避難所，你是阮的困難，你是阮及時的倚靠甲幫贊。主啊，阮感謝你，佇阮的每一天，成做阮的保護甲引帶，互阮佇逐樣的境況中，會通靠主來過着得勝的生活，互阮佇生活中無受困難甲挑戰來拍倒。主啊，你要互阮脫離對敵的羅網，你要互阮靠你來贏過艱難。主啊，佇受敵的技巧中，我們因為你的幫贊來得到勝利。阮若是論到你，你的道路是完全，你的話是過鍛鍊的，今仔倚靠你的，你就做因的盾牌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咱若專心倚靠伊，伊就成做咱的盾牌來保護咱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